前哦，敢有交过女朋友啊？无呢，我无交过。无交过。安尼你哪会知影讲哦？你介意的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？无一定哦，你介意是查某的啊。孙一鸣啊，若是你今叫来是要问一寡有诶无诶，安尼我感觉咱这顿饭无必要搁食落。反应遮大是要做啥？我就是因为唔捌，所以我才来问啊，对无？而且哦，我嘛会烦恼讲文华哦，以后完了，哦，文乐以后若是发现讲哦，伊家己介意的是查某的，啊，你叫小姐要安怎？你莫掠假关心好无？你莫袂记哦，你家己就是因为头家才敢骂离婚，你有啥物资格讲遮呀？是，这是我的唔对。不过喜欢喜，喜欢喜啦。我是恁爸呢，我嘛会烦恼你受伤啊。安尼你当小贱的面，互伊介意人歹看，安尼伊就袂受伤。我敢有文化歹看？完了，无嘛，对无？是恁两个哦，一直甲气氛哦，要甲遮尔歹看安尼。你啦，我咧叫你啦。我原本想讲你是小健的老爸，我忍耐一下就好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今仔日若无含你讲清楚，有一天你行迄路，你有其他同性恋 pass。